帝，我要学咯，我要学咯，我要学咯，我主上帝，我要学咯，我要学咯，我要学咯，我主上帝。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度串联第二首诗。不过，请咱咧唱第二首诗回应诗的时，咱要知，咱着爱有真大的信心，因为第二首诗，伊的来源，就是一个牧师，伊答应要去别间教会讲道，总是伫伊要去即礼拜后礼拜着要去的时，牧师娘破病真重，所以伫伊的心着真逼迫。我到底爱去毋去？因为牧师娘真正是身体生病得很严重，所以伊就举电话起来要甲对方的教会讲，伊无爱去的时，当伊甲电话举起来时，伊教会的囝儿，我来伊的边甲伊讲：爸爸，你对上帝无信心吗？你敢无信心？上帝伊会照顾。所以因爸爸为着安尼，才甲迄个电话放落去。所以勇敢去别间教会来去讲道。所以迄日真侪人受了感动嘛，为着安尼来就群主的。当伊转去因兜的时，因即个教会囡仔，就刻一个词，就是咱即马敲定要唱的迄条612的歌的词互伊。所以伊刻了，就伫遐看来看去。落尾当几分钟了后，去伫琴边啊，就把这个旋律做出来。所以咱为这个歌词内底，希望嘛会当引起咱对上帝无论咱是境遇是安怎，无论是好是歹，一切拢有上帝的摆比。请咱必然先来做礼拜。兄弟平安。只是咱先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进入近早起的礼拜。
宣布上帝荣耀，强抢传扬伊的作为。即日对迄日讲话，即暝对迄暝传播知识。即时咱来吟圣诗304首，我要学了圣诗304首，吟全首，请起立。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掠倒人来受苦，第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随赦免，肉体无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时，咱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就是诗篇23篇。启用文第8篇，我来启，兄弟来吟，请。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新的气力，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
你的棍、你的管，互我安稳自在。谢谢。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稳定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地厝。咱同心来祈祷。主爱上帝，你是遮尔疼世间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囝赐予阮，求你，予阮用真正的信心来信靠你。当阮看到天拢无落雨的时，阮知影你伫掌权。世界各地天灾地变，我知影你伫掌权。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你拢知，因为掌权的是你，主上帝。主，阮读圣经，听牧师分享，也有好的见证的兄弟伫阮的身躯边。但是当阮拄着困难的代志的时，阮好亲像得了健忘症，信仰放一边。用家己的材料伫处理代志，当阮从简单的代志变做复杂的代志，到阮家己拢无法度处理的时，就想着上帝。好亲像圣经讲的：“立志行善，由不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求主你赦免阮，引带阮行永生的道路。主，嘛求你甲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的分享。的真理刻掉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伫个约翰福音14章11到14节，11节，着信我伫爸内面，爸伫我内面，若无。嘛，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个，因为我要去爸遐，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甲恁做。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甲恁做。这是咱的请城请团契来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歌是应邀、应邀、应邀。
这水的歌声，真做澎湃的者，达到上帝遐。这是咱要请牧师来甲咱分享，伊今仔的题目是进入耶稣的丰盛与得胜。刘兄弟平安，咱真感谢主咱特别是伫咧咱安尼经过风台，会安尼对咱的边仔经过，咱搁较应该着爱献上咱的感谢甲懊恼。我伫咧咱现今即马即个世代，有偌尼啊侪国家，因正咧受着侪遮的自然的遮个，不管是伫咧靠岸，甚至是安尼雨水过侪来诚侪水灾。咱台湾伫上帝的稳定的保守内面，咱安尼经历着一个真奇怪的风台，安尼原地本地对强烈风台，搁来接受一个热带气流，热带性气旋，了，搁伫咧台湾的边仔，伫遐酷西，西了，搁往北走，拢敢若对咱东北方小可射过去。所以这内底有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是咱爱有安尼的看见，就是上帝看咱台湾安尼最宝贵，就较亲像先知咧讲的讲主啊，这个国美世，所以上帝怜悯咱，互咱无经过安尼迄款的风雨，虽然互咱你看伫咧咱北部遮个水库亲像翡翠水库，敢若只有差不多6成的水库的量，那即马应该差不多是满。上帝将咱所欠用的补足互咱，将咱所无需要的伊就安尼来找走。虽然看起来亲像是大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个中间，咱爱知影上帝是创造迄个宇宙万物，嘛是控制大地。就较亲像主耶稣，伊伫咧行伫咧水面的时阵，温度怎样伫迄个中间充满了惊吓，因为因毋知影，因所军队的主耶稣，因的老师是迄个会晓掌管宇宙万物。所以咱今仔日咱诚做主的门徒、主的学生，咱爱真清楚知影，咱所军队是啥物，也咱就应该用着什么款的心情来敬拜咱的主。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若毋是主你的恩典，阮有可能甲别个国家同款，遭受侪遮个风雨的遮个困扰，甚至有人来丧失性命。那阮要搁一摆来搁较自信来看你，也要搁较来将主你应得的荣光来归予你，互你伫阮心上以及伫阮所徛起的所在所做即个奇妙的事，主阮要时常来诉说主你的恩典，互你会通将你的宝座来设立伫阮的中间，来为阮来安尼带领阮搬过阮所拄着任何遮个灾难甲困境，互阮会通不断来经验着去经历着主你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怎样临到伫阮，也互阮会晓得来随时来回应主你所赏赐互阮的，来诚做主你所看做欢喜的学生。愿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你，愿你感动阮今仔日所献，祈祷靠写作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是一个会通讲伊是咧讲到一个祈祷的迄个重要。今仔日咱安尼会通看见今仔日的教会的光景安尼荒凉吼，因为咱有当时咱领受上帝恩典，
较过头了，咱认为讲领受上帝恩典是叫做理所当然，直到教会荒凉。侪人拢毋望教会会通那亲像当年迄个伫咧使徒迄个时代的迄款的教会安尼共款的兴旺。传福音有气力，煞毋知影因是用着迄个祈祷来做开始，用祈祷来兴起主的教会。今仔日牧师就要用着即个即个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节内面的第12节即个内面，咱来做一个来讲起。伫咧即个经文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两个字吼，即中间有两个字，就是一个是比较的比，甲迄个加的吼，迄个做些做，来讲起着即个祈祷甲传福音的一个真要紧的关联的所在。咱伫咧讲着比的时阵，比有三种。第一种是啥物货？第一种是人甲上帝比。尤其伫咧咱华人的即个世界，咱咱会听见，咱伫咧过去，我相信即马应该较少人会讲即句话，但是过去我相信咱拢捌听过，就是叫做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吼。伊所指着的就是伊要甲上帝比，但是人怎样甲上帝来比？圣经内面讲人是啥？人是那亲像家走土粉，亲像那死去的狗共款，有无？哦，大比伊伫遐形容伊家己讲，我像死狗一样。哦，当约伯伊甲着伊的三个朋友伫遐咧议论上帝的时阵，上帝问这个朋友，伊安怎问？伊伫遐问起着讲，迄个马的气力是你所属的吗？伊颔骨面顶迄个鬃毛是你甲伊披起来的吗？是你叫伊安尼跳跃，亲像即个蝗虫吗？伊所喷出来气力的迄种威严，互人安尼惊吓。当即个上帝伫遐讲起着侪伊所创造的，当上帝伫遐安尼立下迄个天地的迄个根基的时阵，伊伫遐问起讲：恁伫倒位？上帝是迄个创造者，咱是互伊所创造的。即个被造者怎样会通比迄个创造甲着迄个创造者来伫遐来比拼？人因为安尼狂妄，才敢甲上帝比。过来讲起就讲人定胜天。第二个比是天使长甲上帝比。讲到这个天使长的这个对落这个天使长伊捌安尼讲我要安怎？讲我要安尼升到这个天顶，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伫咧上帝的正天的顶面。讲我要爬上天顶，将我的宝座设立伫上帝正天神的顶面。伊伫遐，咱迄个天使长伫遐安尼笑想要甲上帝来比，结果就是上帝伊来讲起，就讲，毋过你会受安尼等落阴府到深坑上深的所在，所以。这个天使长后来就真做撒旦，真做迄个永远沉沦的迄个结果。咱若看见伫咧即个以赛亚书内面，咱就会通看见，即个天使长伊那亲像迄个明亮晨星早晨之子，伊伫遐安尼，伊的心上挂满了侪的宝石甚至有侪的乐器安尼伊伫遐开始看重伊家己，高举伊家己。伊伫遐，伊想要甲上帝比拼。咱会通看见，其实当伊即段经文，咱也来对照伫咧创世纪，当撒旦对伫即个夏娃伫遐来讲起讲，恁无得较死，恁食迄个神恶果，恁无得较死，恁会较亲像甲上帝共款的时阵，因所想的夏娃所想的。
敢毋是甲天使长所讲的同款？所以咱就通看见讲，人嘛是受到即个天使即个天使长，即个后来称做撒旦安尼的即个引诱，人想要甲上帝比拼，天使长嘛要甲上帝比拼。第三个是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即个信徒甲上帝比拼。伫咧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内面所讲的，毋是迄个指着信徒甲上帝来比，是因为上帝伊是完全的，信徒无完全要怎样来伫迄个中间来比拼？咱是要主叫咱甲伊比，颠倒过来是咱的主伊叫咱甲伊比，比啥物呢？伊讲比比做即个事搁较大的事有无？所以伫咧即个所在是主叫咱甲伊比，即个讲做比这更大的事，比即个搁较大的事，遮的事搁较大的是啥物意思？伫咧咱的中文内面讲，伊伫遐咧迄个经文的内面，伊讲起讲，我伫爸内面，爸嘛伫我的内面，所以伊伫遐所记着的迄个比是安那？是一个联合的工作。安尼的迄个真理伫咧圣经内面，安尼提起了几啊遍。所以即个比比即个搁较大的事，是上帝指着人甲迄个上帝甲人甲上帝的迄个联合。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伊遐讲起着讲安那？伊讲信我的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的事。但是咧后壁，伊伫遐讲即句话的时阵。伊伫遐讲迄个妇人人所生的，伊伫遐讲起着一个人，就是讲起着迄个约翰的部分。伊讲妇人人所生的，安尼伫迄个中间无有一个人兴起大过迄个约翰，因为伫迄个中间讲起着上帝主耶稣讲，伊讲即个约翰安尼无有任何一个人会通大过伊。迄个比较，咱若要来比的时阵，咱来看头前即个，伊讲迄个伫迄个中间我迄个经文弄错，好 ，OK。伊伫遐讲起着即个讲起着迄个比较的时阵，伊伫遐讲起着讲加西利约翰伊所做的超过其他的，所以安尼任何一位，伊拢比旧约任何的一位的迄个先知大搁较济。但是咧，伊伫迄个中间，伊搁讲起着主耶稣搁讲起着妇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加西利约翰搁较伟大。毋过伫咧天顶迄个上美色，也搁比伊搁较伟大。咱伫迄中间看见着有几下个比。伊等于伫迄个中间，主耶稣伫遐讲起讲，咱未大过行说约翰，但是煞只后壁佫讲的是迄个迄个伫咧天国内面，迄个上细汉的比伊佫较大。佫即个天国内面的人是指着迄个信主的人，也就是指着咱。这伫咧即个中间毋是咧讲着迄个恩典有偌大，地位有偌大。乃是要讲起到一个真要紧的，叫做福分有偌大。约翰的迄个福分比先知佫较大，但是伫咧天国内面，迄个上世的迄个福分，拢比伊佫较大。所以，既然比即个佫较大的事是指着迄个福分所指的，就是耶稣已经来啦，伊的。迄个福音它已经成就伫咧即个世间，所以伊伫咧咱的内面，咱嘛伫咧伊的内面，讲起着即个福音的即个工作，它已经完成，咱已经得到迄个福分，佮咱煞接所要做的即个福音的工作，是比耶稣所做的佫较大。佮伫咧即个福音的内面，上帝的工作只有干那伫咧耶稣的身上。以及伫咧使徒行传内面，上帝工作就是安尼，甲着遐个侪遮个信徒身上，
安尼，搁过来，咱所领受迄款的福分，是既然是比遐个人搁较大的时阵，安尼上帝爱咱做比耶稣迄个搁较大的事，就咱应该好好啊来去亲像，咱有将主耶稣伊所应允的迄款安尼迄个福分，咱真正活出来啊无？所以马可福音内面第1章第1节内面讲起着啥？伊讲上帝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所以咱就通讲，咱就通看见的就是主耶稣伊只不过是干那开始，伊是迄个起头。安尼，啥物人来线接伊所做？今仔日上帝将即个传福音的即个事交代互咱，并且爱咱做比耶稣搁较大的事。可见即个福音是迄个历世历代的信徒爱线接落去做的代志。安尼，迄个理由是啥物货？乃是为着义啊！为着迄个主的义，主耶稣已经搭上十字架顶，全世界的人的罪拢罪担拢已经缀伫咧伊的即个身上。耶稣安尼用着伊来成做迄个赎罪祭，咱应该回应伊的迄个义，伊成做迄个安尼义的去代替迄个不义的。所以咱就要继续来宣扬即个传福音的安尼宣扬。主耶稣的福音安尼迄个工作，搁咱着怎样来行动来做比耶稣搁较大的事，互咱会通来得到，会通进入伫咧耶稣基督的迄个丰盛，甲着伊的迄个德性，这是咱需要咱安尼来安尼好好啊来去效法咱主耶稣伊迄个看无家己的迄款安尼模范。所以耶稣伊将迄个无家己的迄款性命，伊赐落互咱，互咱会通活出一个无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迄个看起来那亲像是咱失去咱家己，但是咱却来得到咱的主耶稣。迄个无家己的迄个性命，就是耶稣的迄个性命，伊伫咱的安尼迄个身。咱的身躯顶来伫遐来彰显伊的性命，互耶稣的性命来取代咱原底迄个固有的迄个性命。咱来知影，就是咱的迄个性命，若只有咱敢若看见咱家己，咱就有限；无家己，咱就会进入伫咧无限。佮因为咱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咱讲局限。咱家己本身，咱家己就是有无够义的所在，所以咱需要的是，当咱看无家己，咱将咱家己来放下，咱来弃权，互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就是咱所活出来，真做主耶稣的款式；咱所活出来，就是咱所穿出来的是主耶稣的香味。就咱所做，就进入伫咧无限，因为主伊所做，伊讲安那。伊讲我所做的，你嘛要做，搁要做比这个更较大的事，这就是无限。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若看见咱家己的时阵，结果就是啥物呢？咱就是只有干那惊吓，只有欠缺。所以咱会通对创世纪内面看见，当亚当夏娃伊食了迄个。分善恶的迄个善恶果的迄个果子的时阵，因为因所看见啥？伊第一个伊看见家己无穿衫，搁过来，因心内充满了惊吓。当上帝来讲恁伫倒位的时阵，因讲我惊，所以我立起来。所以咱就通看见，当咱看见咱家己的时阵，咱看见咱真实家己的生命的健康的时阵，咱会通发现，就是咱只有干那惊吓，咱只有看到咱家己的欠缺。所以咱会通看见侪人伊的生命内面，当伊伫遐看见伊家己的时阵，伊敢若看见讲我哪会安尼身躯遮尔衰烂我看见别人有，看见家己无，就伫迄个中间伫遐哀哀赞，伫遐来侪的埋怨。
但是当伊若看无家己的时阵，伊心内伊敢若有看到主耶稣的时阵，伊看见的是啥物货？我啥物货拢有。所以，因为咱安尼迄款看到，咱所看到的，只有看到家己，佮家己是遐尔啊有限。当咱若活出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生命的时阵，咱所活出来就无搁再是咱家己本身。迄个有限的咱，要成做迄个无限的，迄个无可能的，就会变成做迄个可能的。因为耶稣活伫咱的内面，耶稣的迄个生命，成做咱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是怎样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伊讲讲毋若是干那丰盛，是要咱得甲搁较丰盛。所以咱需要咱当咱迄个无家己只有主的充满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就的确咱讲一无所缺。因为咱伫咧咱的内面，咱原本迄个有限的，但是因为咱倚靠耶稣，咱就凡事拢无欠缺。讲亲像伫咧腓立比书内面讲起讲，我靠属迄个我能力的耶稣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所以迄个原底本底迄个愚妄的，因为耶稣咱要真做有智慧。迄个原底本底迄个软弱的，咱要得到勇壮。原底因为耶稣的迄款安尼，迄个咱原底本底迄个软弱咱，因为耶稣的生命，咱真做刚强，咱真做得胜。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注目，将咱的焦点无搁再是咱家己本身，乃是伫咧耶稣的顶面，咱就会通过到一个信心的生活，经历耶稣的迄款的丰盛，伫咱的迄个咱。安尼通过咱的迄个信心的生活，经历耶稣的丰盛，伫耶稣的迄个无限的内面，解决咱迄个原底咱迄个有限的迄款安尼的需要，就较亲像伫咧咱的武侠小说内面安尼捌讲起着叫做有一句话叫做啥搁一无招胜有招拢有。咱用想象讲，伫咧迄个武侠小说内面，迄个你只要你有任何的招数，就有有破绽，都会互人甲你安尼攻破。但是你若无招的时阵，你就无有破绽。迄个无有家己，就是无倚靠家己，无搁再用家己的招数，无搁用家己的方法，乃是选择要互圣神来伫遐咱来引带咱。来靠着圣神来活，就咱无恶正的事。迄个家己是规个问题的根源。迄个只有家己就是就有问题。迄个无家己就无问题。因为家己本身就是问题，咱会通想象咱家己咱的生命内面，逐种的这侪迄落负面的这情绪，这问题，以及咱伫人际关系中间侪这问题，往往是咱家己迄个安尼，迄个家己迄个字，咱不断伫遐来放大，直到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就发出侪这嫉妒、纷争生气怨恨、偷摕、杀害伫遐安尼拢无节制淫乱、失望安尼，甚至伫遐安尼忧伤伫遐安尼侪的交集。这个减是拢是因为咱家己的迄个放大，不断伫遐，因为咱家己来致到咱拄着这个代志。这个若是咱选择耶稣的性命来放下咱家己的时阵，这一切问题就对你拢总消失去。所以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虽然活的是耶稣，咱就无需要安尼甲人侪的比拼。侪时阵，咱会通看见着
看见着人安怎的时阵，咱就伫遐甲伊比，比到咱就开始心内就伫安尼七上八下。既然咱活的是耶稣，咱就无需要甲人比了。虽然活的是耶稣，咱就无需要搁掠条人对咱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不管是伤害也好，也是讲对咱的迄款的，不管是伫咧语言上，是伫咧精神上对咱的伤害，因为对咱来讲，迄拢无搁再是重要。既然活的是耶稣，咱就无需要伫遐来追求肉体满足，因为耶稣伊就是咱的满足。既然活的是耶稣，咱就无需要搁伫遐来有任何的担忧，因为耶稣绝对有能力来解决咱所面对一切而且的烦恼甲忧伤。所以，迄个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只有家己，咱就无路。无家己就有路因为耶稣就是道路。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常常会通安尼来伫遐来，当咱伫遐选择来放下咱家己的时阵咱放下咱家己的路的时阵，咱就会看见耶稣伊来为咱来开路。当咱活出迄个无有家己迄款的生命的时阵，就算讲咱所面对的是死路，也毋免烦恼，因为咱有耶稣，咱就有道路；咱有耶稣，咱就有路。咱只有选择过着迄个无有家己的迄个生活，互耶稣伫咱的生活内面不断来为咱开路。当咱选择迄个无有家己的时阵，咱的迄个家己对伫迄个律法，呾已经死咯。着即个世界。咱已经死咯，着罪，咱已经死咯，咱就要搁一摆摕倒转来，咱原底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自由，无搁再互即个世上的做代志来伫遐甲咱捆绑，伫遐来甲咱安尼拖磨，无搁再正做迄个罪的迄个奴隶。同时，咱也会通伫迄个中间来享受上帝迄个伫上帝内面迄个美好的团契，互咱会通转去到伫上帝迄个起初创造咱的迄款安尼的心意，过着上帝伊伫伊的眼中看做是好的生活。因为咱会记，其实当上帝伫遐创造的时阵，伊安怎讲？上帝伊创造了，伊讲伊所创造的，伊看做是好。落尾手是人的生活变做无好，是因为人会只有家己看见家己，想要来代替上帝，要取代上帝，直到人就伫迄中间开始毋好。既然咱甲基督同死，咱就应该甲基督同过活。这是伫咧罗马书第6章内面安尼伫遐讲起着，所以弟兄姊，互咱会通活出迄个无家己的迄款生命，就活伫咧耶稣迄个国活的迄个大能力内面，咱人就要看见咱的迄个生命是甲人无共。咱会通看见讲，咱即马咱自称咱是基督徒，但是咱活出来，如果咱若是甲其他人无有啥物共，无有啥物无共，安尼咱有啥物通好甲人伫遐乒乓的？咱有啥物通好甲人伫遐甲人计较？人因嘛是安尼咧过，咱嘛是安尼咧过的时阵，安尼咱所活出来，互人看见，咱嘛无啥物通好欣赏的。当咱若看安尼，当咱若安尼活伫咧迄个耶稣迄个国活的大能内面，人就看见咱的生命无共，就是迄款安尼迄个德性、迄个自由的迄款的生命。耶稣伊就的确，因为咱所活出来是耶稣的迄个生命，所以伊就要吸引人来归向伫伊啊。所以，毋是归向伫咱的，人毋是归向伫咱。所以，牧师毋是带领信徒来到伫牧师的面前，是带领信徒来到伫上帝面前。今仔日咱教会，咱所做的代志，嘛是共款，毋是要互人带人来到伫教会，安尼若定，是要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前，
互因会通共款，甲咱共款，会通去经验上帝迄个大能力，甲迄个大气力。所以当咱活出迄个无家己的性命的时阵，毋若是甲耶稣同死，咱嘛甲耶稣同过活。就咱要甲耶稣同齐伫遐，安尼同齐坐伫咧天顶，伫迄个中间甲伊同齐伫天顶做伙掌权。所以咱就当咱无有家己的时阵，咱就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效法主耶稣伊款伊的服侍，甲着伊看爸所做咱才做。因为主耶稣伊安怎讲？伊讲我看爸所做，我才做；爸所讲的，我才讲。今仔日咱嘛是效法主耶稣的款式，咱若甲咱的主有一个真美好的迄款的关系时阵，你会通看见的时阵，咱会通咱讲咱有法度去体贴主的心意。所以咱所做的，咱是照着主所做的，咱嘛安尼做；主所讲的，咱嘛安尼讲。就咱要活出一个迄种主伊的迄个国外的性命伫咱的性命内面，安尼的时阵，当着照着主伊所应允的讲安怎？伊讲主耶稣讲安怎？伊讲我所做的，恁嘛要做，搁要做比即个搁较大的事。互为着要安怎？咱所做的这代志，毋是要互咱来得到荣光，乃是要互天父来得到荣光，互安尼，互咱会通安尼真正不断伫咧咱安尼看无家己的时阵，咱就伫遐不断经历主伊伫咱的性命迄个大能的作为，咱就要真正得到迄个耶稣的迄个丰盛甲得胜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回想，咱到底咱犹原搁是带着安尼迄种安尼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是咱欢喜要来效法主耶稣共款，迄个伊安尼放弃家己，看无家己，伊就要来承受上帝对天而来迄个更较大的迄个施恩赐福，互伊所做的拢无归伫空空。咱嘛应该安尼来得到主耶稣迄款安尼丰盛甲迄个得胜的迄个性命。所以咱会通好好伫咧即个礼拜内面，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想，迄个无家己为虾米通好进入伫耶稣的迄个丰盛甲得胜的内面？咱生活中，咱伫虾米款的所在无得到迄个丰盛甲得胜？所以咱会通好好来深想。第二个，伫咱的生命内面有侪的迄款的负面的情绪，各种的迄个罪问题，甲着人际间的侪这问题，拢是因为咱迄个家己来放大，咱要怎样来解决这问题？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搁一摆来好好来深想。第三个问题是，活出迄个无家己的上落尾迄个意义到底是甚物货？咱有开始要进入即个丰盛无？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即个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互咱会通搁一摆来深想，安尼咱要怎样来进入即个丰盛甲得胜的生命？即个时阵牧师要用着一点点仔时间要来分享咱上帝伊怎样为着咱来开路咱要来做一个真特别的事工甲着即个企业同齐来做一个死守爱无限的即个事工。这是咱来请同工来先为咱来播放迄个影片。1000元可以是轻松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家人的一周所需。许多难过的故事不断在身边上演。为了2个便当，愿从新北市三重3天骑车来到台北市求助，连日常必备的口罩都买不起，1天只能吃1个便当。叶先生坐在地上，他在家中排行老3，受到皮包骨，他的哥哥照顾他，平常靠打零工，月收1万多。让我们一起帮助全台湾弱势家庭，携手爱无限。
这个影片是最近这阵来麻烦这个 PDF 档麻烦你一下，谢谢。这个洗手爱无限的这个事工其实已经伫去年就已经伫咱全台湾的6都拢已经咧做。这是经过着这个 TVBS 信望爱基金会因所做的就是伫咧去年开始伫咧6都因就是伫遐关怀着侪这个弱势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我若无记唔对，应该唔知几千人，我袂记哩，迄个数字我袂记。但是真要紧的，就是企业因有安尼迄个看见透过着即个企业内面安尼 TVBS 的即个董事长都是咱主内兄弟。伊的即个董事长特助，阁是咱南口长老教会的长老，姓林。所以即届后来伊调集几个迄落安尼单位邀请着咱宜兰的遮个正教会来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这个。所以这个事工叫做洗手爱无限2.0来麻烦下一页。伊伫咧这个所在是安尼，伊教会伊基台教会咱所有正兄弟咱一人奉献500块，咱来关心一个家庭。伊当咱奉献500块的时阵，这个企业 TVBS 基金会因的基金会就搁加码500块。了，这个钱就安尼经过伊会互咱奉献证明。这个就变做每一个弱势家庭拢有1000块，伫咧今年度有一个1000块的额度。迄个是应该是用着迄个全年的礼券的方式，互因会通安尼伫咧生活上帮助因的生活。所以咱奉献500块。企业嘛，因家己搁加码500块，了，伊将咱所捐献的了，重新摕倒来教会，变做礼券的方式，互教会来发放。伫咧这个中间，政府做啥物代志？政府毋免出钱，政府伊只要提供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这个名单，互咱教会。那伫咧咱的宜兰市目前。迄天咧开会时阵，宜兰咱的规个宜兰县所有12县市，迄个乡镇，12乡镇拢有这政府的这迄个社会局拢有派人来。每一个亲像咱宜兰市就由咱的市公所的社会处来安尼迄落提供这个中低收入户的名单。咱即马教会到目前为止，宜兰市总共有698户，将近要700户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伫咧即马目前伫咧宜兰市有总共有6间的教会来安尼签着欢喜来做即个关心的事工。如果若是用分配来讲的时阵，咱的教会差不多将近需要关心120户。较无到120户，但是伫咧开会讨论的时阵，有因为每一间教会的迄个所徛的所在缘故，所以要用到教会所在的附近，也就是讲，咱教会伫咧遮民族里，咱的边仔佫有文化里，所以到时阵咧分配的时阵，就是用教会周围的遮的咱所的迄个名单。所以有可能超过100户，嘛有可能低于100户，咱伫咧教会小会，咱有已经讨论，就是咱先就是先安尼咱募集100户，咱的目标先100户。做这个要创啥物会？
咱会通透过着，毋是干那伫遐关心因的这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咱嘛有考虑到最近都要选举，即摆若发放这个有迄个叫做贿选的迄种嫌疑，所以咱嘛伫咧开会时阵有讲起着，要伫咧即个选举了了，也就是11月底了了，咱才开始要启动。咱伫咧即个中间，咱会先开始来募集，那咱将咱所奉献所以教会用着咱的即个关怀基金，咱先提出5万块出去，也就是咱100户。那其他要邀请咱的所有正兄弟，咱开始来为了即个咱的关怀基金来做奉献。即个奉献以后，就是要搁补倒转来咱的即个关怀基金。咱算讲教会先出即条钱，先出去，去到伫基金会，咱摕5万块基金会，互咱总共10万块的即个全年的礼券，搁政府互咱即个名单，咱要来开始来做即个关心的工作。咱透过着咱的关心，来下一页好吗？咱透过着咱的即个关心了了，教会成做迄个关心的平台。来关心着这弱势的这家庭，或者弱势家庭透过咱的关心，因有机会来接触教会，互因的家庭，因为教会的关心，这个家庭会通得到转变。因毋是干伫咧物质上的转变，因嘛伫咧即个灵性上，咱透过咱的关心，互因会通来得到有机会来性命来得到转变，即个家庭要无共款，要得到上帝的祝福。那透过咱，但是咱嘛知影教会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咱会通鼓励咱所有正兄弟，毋是干那咱奉献，咱嘛会使招，毋是咱教会，咱会外的这些朋友，有的朋友因真期待要做好事，但是因毋知要安怎做。咱会通来邀请伊讲，阮有安尼的即个时间，要来关心这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每一户一口只要即个500块，咱就安尼同齐来帮恁做募集了了，摕转来教会，咱同齐摕安尼寄去即个基金会则同齐照着咱所奉献的，咱安尼加倍转来互咱来去关心这个信徒。咱会通透过着即个发放即个礼券物资的礼券了了，包括亲像讲伫咧咱圣诞节以及咱以后教会有任何的这个活动，咱拢会通因为有即个名单，咱会通邀请因来就近来到伫咱的教会，互因毋若是家庭即个安尼迄个物质上来得到安尼补助。因的精神上嘛要得到安尼提升，所以这是咱教会即马会通做的。来下一页，所以咱透过来再下一页，所以咱是要透过着教会因为即个企业因有安尼迄个看见，搁教会嘛愿意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顶面，咱会通互咱甲着咱即个社区内面。咱教会最近要开始安尼做这个社区的活动，所以期待咱所有正兄弟，咱即个关怀事工无搁再是咱干那关怀部咧做，咱期待咱所有正兄弟拢会通起来做。即个要起来做，有当时咱干那会想讲，安尼我要安怎做？当咱伫遐咧想安尼要安怎做的时阵，教会已经开始邀请到1919的即个救助协会，要来到伫咧咱周报拢有刊吼。伫咧10月份，咱有一个即个1919的即个关怀的即个培训。咱来知影当咱伫咧关怀人的时阵，特别是弱势的家庭，人因弱势，但是因的咱讲人穷志不穷嘛。所以咱伫咧关心人的时阵，咱要安怎讲话？咱要安怎来关心咱的这弱势的肢体，就变得真要紧。所以期待咱所有正兄弟会通伫咧迄天尽量时间拨出来，咱拢来参与这个培训的工作。这个1919的这个关怀的这个
志工的训练吼。1919救助协会，伊若迄天咱有伫遐参与上课，伊原来会发放咱一个迄个志工的培训的证明，吼了后期待咱以后即个志工的即个培训内面，毋是干那关怀弱势者，伊嘛会讲到有关，亲像讲，包括讲咱教会如果以后若有想要做即个课后辅导。等等这个事工的时阵，咱应该按怎样做？这个培训，拢会伫咧迄内面来讲。这就是要帮助咱会通开始，咱教会开始伸出咱的迄个咱的枝子，咱的手，去到伫咱的即个社区，甲着即个社区有关系。我会记我伫咧读新学院的时阵，迄当阵我捌。拄到一个咱讲真讽刺的一个现象。我读新学院的时阵，新学院伫咧台南已经徛100几年的历史。结果我去遐的时阵，拄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是有人竟然毋知影讲，伊的厝边新学院的厝边毋知影遐有一间新学院。今仔日毋好真做，今仔日咱的教会徛起伫咧即个社区，即个社区的人竟然毋知影遮徛起一间教会。如果是安尼的时阵，咱亏欠上帝荣光济济。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借着即个小小的事工，咱真正咱无搁再是为着咱家己，咱所做。拢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家己。就照咱顶礼拜咱所讲的，咱就要有迄个满满的迄个喜乐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参与伫咧即个事工，咱嘛欢迎咱所有兄弟，咱拢会通来关心即个事工。透过着一人奉献500块来关心这弱势家庭。咱嘛欢喜来去邀请咱的厝边头尾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互咱遮个厝边头尾侪遮个弱势家庭，互因特别是伫咧圣诞节进前，互因会通去感受到迄个上帝的温暖，甲上帝听伫咧因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要怎样来过一个无家己的生命？主，阮着搁较侪来效法主耶稣的款式，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真正活出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家己，来互阮真正会通进入伫耶稣迄款安尼丰盛甲德性的生命。互侪人因为看见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因也欢喜来跟对，也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主你。愿你圣神亲自伫阮的中间来激励阮、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互侪人的生命，因为阮迄个一点点的所做，来得到改变，来得到主你丰盛、稳定、满满的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圣诗612首，圣诗612首，经牛好歹变化无定，请起立吟全首。
这是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来，咱来读两遍，奉献甲背起来吼。来奉献，奉献，奉献。即马来感恩奉献，咱请尤佩瑜技师甲简秀梅技师两个来书献。上帝，伫风台天，你互阮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满心感谢。主，你赏赐互阮每一个人有满满的恩典，无论拄着啥物款的状况，主你诚做阮的帮助，互阮会当坚固对你的信，得到搁较侪的祝福。阮也愿意将这祝福甲你的疼分享互搁较侪的人。即时，阮将你所赐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主干纳。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今仔本周的金句，咱来读两遍。请。我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个，因为我要去爸遐。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个，因为我要去爸遐。约翰福音14章12节。愿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中。只是咱来看，迎新报告吼，有一个姊妹伊今仔日带伊的弟兄来，是林珠，而且伊的先生方世芳弟兄。林珠，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欢迎每一礼拜会看到你，请坐。这是咱来继续看咱的报告吼，第6页报告事项。8月24小会议决的事项。第一，接纳1919关怀志工训练宜兰场训练场地的借用案。第二，接纳国际机电会宜兰支会每一个月伫遮有场地的借用。第三，接纳本会设到61周年的庆祝活动案。第二大点就是8月28中执会议决的事项。第一，接纳8月份的收支月报表，接纳设到61周年的庆祝案。第三，接纳圣诞节庆祝晚会甲报佳音案。请第三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后一季，就是10月到12月份的聚会内容的安排。9月12日以前，交予办公室干事遐，互伊做一个行事表的制作。第四，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啊，请伫9月18，就是礼拜以前来你的主席学以及各团体提出申请。9月25要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伫10月初2设到纪念主日，要来颁发奖学金。另外，具体的消息，咱看第一项，9月初6，南洋区第3遍的区会要伫吉利港教会来召开。咱搁跳伫第5点，10月初4，星期二10点甲下晡4点半，伫咱本教会有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举办关怀志工训练。帮助本会信徒关怀访视的服事，探视急难救助的个案家庭，食物银行个案的家庭，陪读班的家庭。因为本会即将参与虚所爱无限2.0关怀事工的预备课程，鼓励本会的兄姐们尽量拨空参加。这个就是拄仔咱牧师甲咱讲的真详细吼。我看顶礼拜有一个影片，就是咱佳音那个电台有一个同盟会，哦，他也是那个天韵诗班的那个内底伊创办人一样吼，今年89岁啊，伊赶快还搁咧继续服侍，而且他非常喜乐，他甚至去迄个做迄个空降吼，89岁啊吼，啊伊嘛去做迄个空降的迄个不是跳伞，就是空降，坐飞机上下来这样子，跟着年轻人一起玩哦。所以呢，圣经嘛讲，何尝已经很多成熟的麦会了哈？那工人在哪里？哈，工人伫倒位？我要找肯什么人？啥人会使去？所以这句话是不是会使单独问咱家己讲，上帝啊，我伫遮，请你找肯我。因为我有发觉咱教会，其实咱教会弟兄还是姊妹，正经吼，真侪拢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只是毋是一定爱中职，兄弟姊妹拢有，只是讲爱出来了后，你去做了后，你会愈做愈欢喜。真正是安尼。希望咱会借着即届的虚所2.0吼，咱会用个做一个团队来走出这个社区。走到这个社区，走出这个教会哈，大家一起来服侍，你会觉得说越服侍越甘甜。感谢主，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经历神。另外，咱看迄个代祷事项，就是每周的代祷函，大家会使详细看。慧丽老师甲这个关怀组拢真用心的探访关怀吼，都是做得非常到位。另外，迄个事项表。就是下一周的服侍同工，请大家有预备心。搁有咱的奉献吼，奉献的报告、会计报告，咱大家来过目。若是有啥物重大，请你甲干事来见证。以上，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伫阮的中间，
有人过了真充实、平安的一礼拜，也有人伫这个礼拜中经历忧愁、失望、压力甲病痛。主，只是愿伫你疼的内面体会你的信息。你不断向阮保证，你永无失败的疼。求你热灵充满阮，互阮的心内溃烂会用刚强壮大起来，互阮伫信仰上徛在，有勇敢的心，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主，教会有少年团契、妇女团契、青少年主日学、诗班、成人团契、周四小组、周二祷告会、赞美操。求主互各团契的事工用顺利来推动。教会中嘛有身体需要医治的，有银莲姐、家珍姐，还有李正传弟兄、路人杰弟兄，还有高崇贤弟兄。求主你看顾因，互因用早日恢复健康的身体。教会有70周年的献堂，求主你互阮有对你来的眼光甲意向，有圣神的光照甲启示引带。亲爱的主，这个世界好亲像是失去了次序，气候大变迁，千年的冰山崩落，欧洲的国家介落雪的天气却出现42度的高温气候，有的国家做大水。恳求主你怜悯施温伫各国，台湾也真久无落雨啊！星期四开始落雨，听到雨的声，我阮的内心有感觉，这好亲像是世界上上水的声音。亲爱的主，你呼召阮来军队里，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恩赐、教育的恩典，会使专心来军队里。愿感谢你，互阮这一生会使来服侍你。阮也要用信心进入耶稣的丰盛甲德性。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上映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音线，咱请牧师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善。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